Hello，大家好，朱春路。琴日澳門中原就回顧今年上半年澳門工商鋪市況啦。指上半年商鋪買賣成交推算按年跌2成。新口岸區嘅商鋪空置率更攀升至13%。據統計局資料顯示啦，首季商鋪成交大約65宗，第二季啦佢哋預計大約84宗。上半年總成交量大約149宗，較舊年同期跌近2成。佢哋話目前成交嘅商鋪物業回報率即係租金普遍要4厘以上。租方面受惠旅客量持續上升，旅遊區商鋪熱度高嘅一線街鋪當然搶手啦。中區嘅平均尺租升4.4%至65蚊一尺，皇朝區77蚊，升約10%。氹仔區平均尺租回升3.3%至40蚊左右啦。但係高士德區、渡船街呢啲傳統民生區，店鋪空置率持續攀升，平均尺租維持20蚊嘅低位。空置率方面，皇朝區、北區、氹仔區喺第二季都有改善，空置率下跌咗嘅。其中氹仔區保持低空置嘅水平係2.3% 嘅啫。反映氹仔強勁嘅消費需求同人流，吸引商戶進駐。新口岸區嘅空置率喺第二季就升至13%，係全澳商鋪空置最嚴重嘅區域。中原就展望第三季，商鋪整體成交量將會進一步受壓，買賣集中喺具備實質消費支撐嘅傳統生財區域，例如關閘區、氹仔區、旅遊區同賭場區。呢啲區域以外嘅民生區商鋪位業主如果要吸引投資者嘅青來，即係買價格需有更明顯嘅下調。其實啲鋪租跌，當然啦，鋪價就應該跟住跌嘅。咩原因呢？其實澳日喺6月底嘅時候亦訪問過地產業界人士，話原因之一係近年經濟復甦唔平衡居民對前景收入預期趨向審慎嘅，所以持續壓抑居民嘅消費意欲。加上內地消費選擇多、性價比高，居民北上消費嘅意願高啦。多種負面因素加埋一齊，所以對民生區營商環境帶嚟影響。尤其下環區、新橋區、祐漢區呢啲傳統嘅民生區域啦。呢啲區比較舊人口老化，年輕人都外流，即係搬咗喺第二個區度住啦營商環境比較差啲啦。話雖然部分商鋪租金較3年前回落2-3成，但仍然未有承接嘅。投資者或者商戶首選多數氹仔區、東方明珠區啦。舊區基本比較少考慮嘅。所以估計未來呢啲區嘅鋪租仍然有下調壓力。話以往投資者買鋪嘅時候租金回報有2厘都會考慮，而家要去到4至5厘先考慮出手，即係同頭先中原所講嘅差唔多啦照咁講嘅話即係如果租個600-700尺嘅鋪可能慢鬆啲蚊就有交易㗎啦。但係喺啲民生區可能都未必咁容易租得出去。所以之前幾十年來所講一鋪養3代呢個概念，到而家呢個年頭可能就唔係幾 work 啦。可能改造唔係一鋪，係講多鋪先能夠養3代啦。因為而家時代真係唔同咗，新經濟嘅出現 AI 都出現埋啦，好多嘢都唔需要我哋自己親自做， AI 幫你做埋。而店鋪嘅主要陳列功能好早之前網購已經做得到，又解決埋物流啦、付款、退貨退款呢啲問題，基本上解決晒。用個手機喺屋企輕輕鬆鬆一篤啲貨送上門，而且網購一次過可以睇晒你想睇嘅貨品，同埋都好平嘅。所以店鋪嘅陳列功能網購都可以做到啦。如果冇咩特別嘅好好嘅消費體驗嘅話，消費者實際上係冇乜需要去實體店度購物嘅。當然遊客就唔同嘅遊客去到一個地方度旅遊嚟都嚟咗啦，見到有店鋪喺旅遊區嗰度，梗係入去行下有咩買啦。所以解釋咗旅遊區啲店鋪點解得，民生區嗰啲就唔係好掂。
而且多數以做餐飲手信為主，賣下牛雜葡撻之類，或者做藥房當然啦，有開金鋪或者賣衣履鞋襪都有。不過近年旅客嘅消費都精明咗啦，可能有啲嘢內地都有得賣就未必需要嚟澳門買。所以就算喺旅遊區做零售而家都要更加努力啦。民生區方面正常嚟講旅客通常都會好少去嘅。咁幫襯都係住喺附近嘅居民街坊啦，所以民生區啲鋪位通常做超市茶餐廳藥房都有嘅。而家比較多仲有做醫務所同補習社啦。咁喺民生區做呢啲行業而家呢個環境賺錢又唔係算好多，咁所以佢哋個承租能力都未必咁高，未必負擔到咁高嘅租金啦。咁所以可能就解釋咗啦，而家民生區啲租金呢就唔係幾得，特別啲呢好大嘅鋪位啦，超過2-3千尺嗰啲，好難揾到租戶啦。你知藥房醫務所、補習社唔使咁大嘅，就算茶餐廳都唔使咁大，一係你做酒樓。不過而家你知啦，做酒樓都相當難做，唔係個個敢做同埋願做啊。咁嗰啲國際奢侈品大品牌，例如愛馬仕、LV 嗰啲冇理由過嚟新橋區租個鋪㗎。搞間旗艦店，區內啲阿婆都唔買嘅，佢哋一定開喺遊客區賭場度假村裏面啲商場裏面啦，做遊客生意。所以喺民生區如果啲大鋪位都係有啲頭痕比較難揾到租戶嘅。所以之前澳日6月底訪問業界人士就講過啦，近新橋區有一個唔夠2000尺嘅商鋪放租尺租居然只係大約7個半。好似租工業大廈啲單位咁平啦，但仍然未獲承接。當時話未承接啦，而家唔知承接咗，希望快啲承接啦嚇。總括而言啦，就於時代唔同咗啦，經濟模式或者消費模式都唔同咗，觀念又唔同咗，鋪位嘅功能逐漸弱化。以前最緊要揸住個靚鋪位唔靚都得啦，總之係鋪位喺邊一區都唔緊要。到而家真係要揸一線鋪先得，仲要最好係 full pay冇有貸款。揸民生鋪就麻麻地所以頭先都講過啲投資者都觀望啦要個厘數好高先考慮。先前講過啦，網購取代咗實體店鋪嘅大部分功能啦。有啲人就問喂，咁你網購消失咗，冇咗網購，可唔可以挽救實體店嘅零售呢？就呢個問題，我問過 AI 答就無法挽救。AI 就話實體店真正嘅危機在於高昂嘅租金成本、同質化嘅商品，我以前都講過啦，以及跟唔上時代嘅經營模式。就算冇咗網購 ，AI 話消費者嘅需求依然存在嘅，只會催生其他替代模式。AI 就提出實體零售轉型嘅關鍵邏輯。話要線下線上融合全渠道零售。佢講現代零售嘅核心係線上負責比價引流、格價引流線下負責體驗同服務。話成功嘅實體店並非依靠冇網購，而係提供咗網購無法替代嘅服務同氛圍第二就係要精準定位同特色化，淘汰嗰啲毫無特色、千篇一律嘅店鋪。實體店必須向強體驗型、個性化定製沉浸式門店，或者剛需便利型，例如社區做生鮮藥房呢啲咁嘅店鋪轉型。第三就係要打破20年不變嘅經營頭腦，話實體店需要發揮線下嘅真實社交同觸感優勢，改善選品貨品嘅選擇同空間設計。其實即係要改善購物嗰個體驗咯。除咗購物嘅環境仲要店員同客戶有好嘅交流，咁樣嘅話先能夠同網購並駕齊驅。唔知大家同唔同意AI 嘅分析啦？或者你有咩絕世好橋，可以喺留言區分享分分鐘可以幫手振興民生區嘅經濟吧。好，呢集睇到你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